是怕耶稣的就是有的属于让你咋不？老样嘛喊你个耶稣没吃死你了，错俺家的货物也没别办嘛有毛啊巴着哦，我嘛不都有呢，花钱那个哦，再早是你娃的啥的呢？你娃的啥的裤子错，别办是你都是你俺们货物掉了，他妈呀你娃的啥的裤子错我嘛自己嘛胖啊了，一娃俺们裤子错都咋都几娃裤是你明年去路路瓜落火了子了错俺家血子办是你。娃裤晒脱掉了，他的晒脱嘛那边没管拿错，俺家是可有别把着呢，一晚呀嘎起白呀了，一晚俺们啊可晚你别晒脱掉了，我嘛不懂你有裤子错不呢，一摸脱掉了，有人花钱那嘛一整啊了，耶稣是怕但嘛喷嘛在一点嘛啊了。有人很多那么有整啊了，韩国得了可那么有整啊了，一晚中国对耶稣人不去没去，那是那的嘞。一晚你娃的在屋头吹点嘛啊咯，他妈呀一晚拍啊咯，他是拍的有hin瓜有大都嘛啊，有来我也都嘛啊，他是的人有人让么是你给了那个咯，有hin瓜他都那子，他不吃瓜我啥还能说不阿米，老样嘛哈，是啥嘛哈米呀嘛的，可有是呢，明年去路了个饿下掉咯。皮呀嘛哈的晒就是你花掉了，他妈呀我啥还能说不裤子错丢掉嘛啊了，听没关键是呢，皮呀嘛哈的妈咪家口个是呢，我啥乖乖就也那么晒去掉了，你用啊没晒去那么，花钱那么你晒给你下咯，我啥的没事说呢，我可以拉他啊没事下头个摸瓜头个，有的那是呢，一直被我啥的学个了，妈咪俺们一直播几十年头嘞。我啥白口的没事了，你有人阿里边没事点我啊，花钱点我啊，就咋破一来，普教书人普瓜被晒脱掉了，买怕不俺们不读瓜不读书的，妈咪家是口个掉了，我啥还能说买怕不俺了，下手没说不但俺们头嘞，一家是呢，口个是呢，我啥白口把早晚那么不个，我啥还能说不人晒脱掉了，你有裤子穿不人阿里晒脱掉我啊，有人花起来。耶稣是怕呢，有裤子穿的，有你妈的卡克一点了，人家有人卡克铺个嘞，是什么乌啥呢？是什么哈呢？努你妈个娃的也你下了，努的你姑个你下了，努的照顾好么个你下了，阿克妈没说的，耶稣是怕也让哦，阿克妈没说的，没人怕呢，没人妈的来拍啥那么不个也让哦，努家个当我啊，花起来。你妈的耶稣是怕的来就是呢，耶稣是怕那个是你家嘛花钱嘛没人嘛，可做错皮了之类的，我300块瓜币，1年3个付那咯，1年3个付那咯。